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今仔日是2020年12月23号。今仔日的经文是路加福音第1章46节到55节，撒母耳上卷第2章第1节到第10节，马可福音11章第1节到11节。今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题是被高升。伫圣经马太福音23章12节的经文讲到见若自高的要降做卑微，见若自卑的要升伊做悬。这是上帝将自卑的人升悬，符合圣经中间所咧讲济的记载，就是讲人伫自卑、谦卑，也是讲受辱、受掠的迄种的境况的下面，来互上帝来拯救。咱会当甲高升当作了解做拯救啊吼。有济人讲到高升的时阵，有一寡较偏差的讲法，好若亲像讲安尼人就感觉受真骄傲的成就安尼共款。事实上，圣经内底咧讲到高升的两个层面迄个意思是讲，一个上帝将咱高升是要为着要来保守咱，亲像圣经济时阵会讲到迄个关台，甲咱升起伫迄个关台，迄个关台的意思就是避难所的概念，是要保守咱。另外就是对迄个卑微的地位去互上帝甲咱高升升悬，脱离原来的境况困境。汉娜基本上是一个真好的例，真典型吼。伊本底是一个袂当生育的妇人人，伊因为安尼来苦恼，但是上帝却用伊的宽怜，互汉娜会通来生囝，所以甲伊的地位升悬。被高升当然真明显，这是一个被动的事。若是高升是一种主动的形态的时阵，人就会骄傲。就像保罗伫提摩太前书第3章第6节，甲提摩太提醒，伊讲初入伫教会的人袂当去做监督，恐惊因的自高自大，就落伫迄个魔鬼的刑罚内底。被高升的条件必须爱是会晓得谦卑自卑的人，骄傲的人反倒当上帝要互伊降做假。什么是自高？咱会当想看卖几项代志，几个圣经的人物。如果汉娜讲这个囡仔是我生，是我的宝贝，怎样会通奉献予上帝，永远踮伫圣殿呢？这就是自高。如果阿伯拉罕讲我真无简单，是100岁时阵才有一个囝，怎样会通奉献予上帝？迄是我的囝，我的宝贝啊！如果代表讲我是一国之尊，是安怎上帝不准我去圣殿藏约柜，然后伊就安尼照伊的坚持去做，即种就叫做骄傲。咱倒转来看几个例，扫罗王，伊就是真骄傲来讲我是一国之尊啊，是安怎我袂当献祭，所以伊就献祭，然后就得罪上帝，失去王朝，也失去上帝所赏赐伊的恩典，伊袂记得上帝才是迄个互伊高升到伫王位的人。咱看去新约的犹大，伊袂记得伊只不过是一个军队者，却用出卖伊的老师来趁钱，来得罪上帝。咱看去犹太人，因用选民来称伊家己，却袂记得家己是去互上帝所选的人民，因拒绝基督，失去了救恩。咱来倒转来看汉娜伊的儿女，伊的祈祷的诗安尼讲，上帝互我的心充满喜乐，上帝互我举会起头，我对得来
展开我的笑，因为上帝帮助我，互我快乐。只有上帝的神，除了伊以外，无有别个圣者。上帝是唯一的保护者。咱会当继续看今仔日的经文所写的，汉那伊真清楚，真清楚。上帝是伊唯一的倚靠，因为上帝的慈爱，互汉那通好举起头来。因为上帝的帮赞，互伊会通快乐。除了上帝以外，伊无别个通靠，无别个会当互伊高升。耶稣基督要进入耶路撒冷的时阵，伊徛伫遐来进入。对一般的人来讲，这个好哪亲像一个降价吼。无迄个王的款式，迄个威严吼。但是一位谦卑的君王，却是上帝要高升的对象。根据《士师记》第10章第3节到第5节的经文的记载，讲伫迄个所在有基列的人爱念兴起，做以色列士师22年，伊有30个囝。徛着30只驴仔，因有30座城的管理，叫做哈厄特、艾尼，直到丹，拢是基列地。这个艾尼死了后，因就埋葬伊。所以咱会当看见伫经文的记载，就是当这时的士师，就是以色列人的领袖。因是骑驴仔，因毋是骑马。这是伫犹太人才会当了解的。这个骑驴仔就是这个做王的记号。愿意谦卑的人，上帝要甲伊高升；愿意降价的人，就会晓得亲像汉那共款来敬畏、来倚靠耶和华上帝。骄傲人却是袂晓。咱会记得人袂当靠家己来得胜，咱必须爱谦卑来倚靠上帝，互伊的手通好来牵咱，脱离咱所拄着的境况，亲像目前所拄着的这个武汉的肺炎的这个困境共款。咱需要倚靠上帝。弟兄姊妹平安，今天是2020年12月23号。今天的经文是路加福音第1章46到55节，撒母耳记上卷第2章1到10节，马可福音第11章1到11节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被高升。圣经马太福音第23章第12节这样说：凡自高的必降为卑，凡自卑的必升为高。这是上帝，这就是告诉我们，上帝将那个自卑的人升高，符合了圣经当中许许多多的记载，关于人在自卑、谦卑、受辱或是被掳的情况之下，被上帝给拯救。高升高其实就是一个拯救的作为。但是许多人谈到高升的时候，他们却有一些偏差的了解，好像是谈到人可以因此而骄傲的一种成就一样。那么事实上，在圣经里面，高升我们从2个角度去思考。一个是上帝叫我们升高到一个地方，为了要保守我们，就像圣经诗篇里面常常提到的高台上帝是我们的高台。那个高台其实是一个避难所的概念。
另外就是从卑微的地方被提升起来，脱离原来的境况困境，那个就有很深的那种拯救的意思。哈拿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，他原本是一位不能生育的人，他因为这样子而苦恼，但是上帝却以他的全能让哈拿能够生子，所以把他高升了。被高升其实很明显就是一个被动的形态，是受到上帝的高升，是上帝的作为。如果高升是一种人主动的形态的话，那么人很可能就会骄傲。例如保罗在给提摩太的信当中就是提到了，初入教会的人不可做监督，恐怕他自高自大，就落在魔鬼所受的刑罚里面。提摩太前书第3章第6节是这样记载的。被高升的条件必须是一个自卑，或是愿意谦卑，因为骄傲的人，上帝反而要让他降低，降为卑微。那我们要来思考一下，到底什么是自高呢，或是骄傲呢？那我们先讲几个正面的例子，然后再讲几个负面的例子。如果哈拿说，哈拿是一个好例子了哈，可是我们如果说哈拿说是这孩子是我生的，是我的宝贝，我怎么可能把它奉献给上帝，让他永远住在圣殿里面呢？那他就不是一个谦卑的人。如果亚伯拉罕说：“我好不容易100岁才生一个孩子，怎么可以奉献给上帝呢？”那这样子他就把他的儿子看得比上帝还重。换句话说，他的儿子可能就是他的偶像。如果说大卫这样说：“我是一国之尊，为什么不能自己要盖圣殿就盖圣殿？我要放约柜，为什么不行呢？”然后他就一意孤行，这个就是骄傲的表现。扫罗王这是另外一类的例子哈。扫罗王因为自己非常骄傲，说：“我是一国之尊，为什么我不能来献祭呢？”然后他就自己私自的执行献祭，然后就得罪了上帝，失去了王朝，也失去了上帝的祝福，因为他忘记谁把他高升到今天这个位置的。犹大，他忘记了他只不过是一个耶稣的跟随者，却以出卖耶稣他的老师来赚钱，得罪了上帝。犹太人他们自以为是选民，所以他们就忘记了他们被上帝所拣选的选民是被选的。他们拒绝了基督，也失去了救恩。哈拿的赞美祷告诗这样说道：“上主使我的心里充满喜乐，上主使我抬得起头。我向敌人发笑，因为上帝帮助我，使我快乐。唯有上主神圣，除他以外没有圣者。我们的上帝是唯一的保护者。”那个就是高台的意思啊。你们不要再发狂傲的声音，你们不要再说狂妄的话语，因为上主是洞悉一切的上帝，是审断人的行为。我们可以继续自己来看今天的经文啊。因为上帝的慈爱让哈拿可以抬得起头，因为主的帮助使哈拿可以快乐。除了上帝以外，没有别的圣人可以使人高升。这是约拿的赞美诗哈。耶稣基督要进入耶路撒冷的时候，他骑着驴驹进入。那有些人就说，这个从人的角度来看，这个根本不是抬得起头的事，而且是有点降格，没有君王的威严。如果骑马多好啊！
说这样的话的人，其实基本上不了解圣经的背景跟旧约圣经的暗喻，或是说上帝的旨意。我们如果看到一位谦卑的君王进入耶路撒冷的时候，其实他就是上帝高升的对象。根据士师记第10章第3节到第5节，或是第4节就够了哈。他说，在他以后有基列人埃尔兴起，做以色列的士师22年。他有30个孩子，骑着30匹驴驹，他们有30座城邑，叫做哈韦特埃尔，直到如今就是基列地。OK， 士师其实就是以色列当时候的领袖。我们看到说经文说30位儿子，30匹驴驹，管理30个城邑，那就是他们是一个领袖啊。骑着驴驹在犹太的传统来说，其实就是一个君王的代表和象征。正如圣经告诉我们的，降卑者上帝必要高升他，因为降卑者他能够懂得如同哈拿一样的敬畏上帝，依靠上帝。骄傲的人却不会。我们要切记，人不可以靠着自己得胜，我们必须谦卑的倚靠上帝，让他的手牵着我们的手，让上帝来帮助我们脱离目前所面对的困境，就是武汉肺炎的困境。当我们愿意谦卑，伸着双手的时候，上帝就用他的手高升我们，拯救我们。